金命用来刮目相看。你今天真的很棒，你把 hip hop、把 rap 这种音乐表现的，我觉得真的你做到了。三忙大兵。里面少关讲哦，我大摆都按讲。周家业呢，神粹婀娜多姿。哎呦，神粹哈！是学罗茵茵老师啦，罗茵茵老师都7点以后就不吃嘛。我没有，那他是7点以后就吃不停。大擂台，老爷跳下來，哇！緊張，啊，面龍啊，面龍咁哈，係啊，禮拜啊，那個積分賽前面天一禮拜啦，哈。哎呦，就等於聽5個禮拜啦，存一2禮拜天啦，把握機會哈。下禮拜都要參賽的季軍權都帶係乜嘢含底，好，來，這個這樣的比賽。比賽之前，先來介紹評審欣賞。楊家樹欣賞，齊澤禮欣賞，齊思飛欣賞，羅格麗欣賞。今天又有一位大來賓。哇，大來賓來了！哦，他這個在這個音樂上的表現非常非常的棒哦。對，連他的母親、他的媽媽也一樣，對我哋客家嘅音樂相當有貢獻。對，之前有來過人的節目，也表現到當後堂的歌問他東精彩。啊，他講說哇，回味無窮，希望真的再有唱到佢哋的節目哦。呀，今日又出新專輯了哈，新專輯嘿。除了帶好歌來陪大家談以外，又出新專輯。介紹他的新專輯，等下呢好好的訪問。好，歡迎亞威。鄭中偉。三個，小瑞瑞，客曲進步愛重要。阿爸妹，嘿嘛嘿，共要獨界要能力。行，唔到啲，天要行到太雪啲。慢路跳，慢路看，跳公數要跌公路，總要辛苦唔到啲。打練殺腳不練錯，勤練要鼓，重練歌，愛的快樂界重要歌。喂，三個重要咯，好重要 go。三個，小瑞瑞，客曲進步愛重要。阿爸妹，嘿嘛嘿，共要獨界要能力。行，唔到啲，天要行到係雪邊。慢路跳，慢路看，年農力要打錯碼，總要先去唔到啲。重要骨錯，重要個，天要説錯。行，唔到啲，天要行到太水邊。慢路跳，慢路看，年農力要打錯碼，總要先去唔到啲。你慢路，天無力。盡壓力，勤練要鼓，盡冇力。愛快樂界，重要歌。三個，你跳會落晒嚟呢？要冇書包，用板咯。哎呦，冇夾冇沙咯。耶！啊，不要麻煩了，通係輪踩，
哎呦哎，哇，海军姐好，你好大牛哥好，又见面，哇，出新专辑，这个专辑跟我还有关系耶，嘿，中牛狗，牛狗的，哎，动拍摄，这是不是上次来，然后因为我们这样访问哈，对，看到哎有感而发，对，所以就马上就写了这个中牛。没啦，啥都刚给来看首张客语创作专辑，第一张之前没有吗？之前没有。哦，之前是合集一些得奖的合集这样子，对，好听呢。终于对，完全全部都自己创作，全创作，嘿，其实很感谢，就是我妈妈，她写词。后来我就是看到妈妈也写很多，所以我也开始对这个写词也有兴趣。所以挑种牛歌来当主打歌。嘿，种牛歌，因为其实俺妈妈写时间让我讲，不，俺写时间，俺妈妈让我讲吼。俺妈妈写时间，想俺妈妈写时间，你就喊忙出来呢。那你默收，唔知收到哪里？无啊，俺妈俺读书的时间，俺妈是让我讲，你读书你是去种牛好嘞。哦，可不可以谢谢之类？你从头都唔好做属于种牛啦，喊细就人种牛啦。係咪？我阿爸頭髮全部安尼講。哦，喺我醫龍工廠多3年時間，你唔拖數你去醫龍公司上班啊？差不多。我如果當初真的，我如果在裕隆公司上班，我現在應該是廠長級的人物。哎呦，喂，幾點哦？然後嗰時候那一次起到，我長大之後，那一次寫哈嘎夠 Q 以後吼，就是覺得自己拿着一把吉他，然後唱着自己的音符，在這個客家音樂這個牧野上。對。安尼大家哦，多支持一下曾宗偉，安尼客家自己哦。是嗎？嘿喲，謝謝。啊，今邊有事情麻煩你哦。好，冇問題。當然你的客座評審哦，好嘛？好，做得。好，因為雖然要他專心某工一後買啦。很少地方可以買，但是他可以上網去訂閱啊。是，對，這個博客來也有在販賣，或者是博客來哈，對一些成品。其實我有一個發行公司叫做好有感覺，還有幫我鋪一些像什麼唱片行的通路都有。那你去辦一些簽唱會啊，帶着 CD 啊，對不對？也可以。還有我們參賽者啊，對不對？哈，你看馬上現場就有6張了啊。對嘛，哈，就 OK 嘛。對。好，今天麻煩。好，謝謝。那我們來進行看這個今天的比賽，好嗎？好來。積分水比賽規則，每禮拜由無共樣的主題，參賽者自家選稿的，經過6禮拜的比賽，累積分數最高的前3名，就可以進入到年冠軍的比賽。哇，哎呦，看到很精彩的表現以後呢？係，有談過較精彩的公平咯，不，規則啦。今尾的節目一定挺精彩的。今尾的主題。今尾有主題哦。有主題哦。那主題挺嚴肅哦。挺嚴肅。嚴肅，很特別的東西。好，一定要用國語講哈。好。突破自我挑戰賽。哇，做了7架哦！哇，那今天一定很慘。那真的很嚴肅呢。對，呀。那真的很嚴肅哦。不所有評審到觀眾，很容易冇共樣的表現，冇共樣裡面越奇怪越好。越奇怪越好。但是你要表現得很好，所以基本功還能做前好。你睇咁清楚了，基本功做好。他的本人感覺講，哎呦，用按厲害咯！本來每個專場容易從按好，是。基本的分數主要是按打的。哎呦，替你注意哦。劉飛琴哦。哎呦，他今天要 rock 嗎 ？rock 什麼了 ？rock 跳擺嘅事情。跳擺嘅事情，要跳過幹咩 rock？我跟你講，劉飛琴，我已經把話講出去了。你現在沒有給我 rock，我也沒辦法了。那跳過動漫呢？有辦法吧？啊？有辦法吧？突白。談過啦。基本以外，從介歌按到跳擺嘅事情，先呢條歌係因為佢嘅歌詞對我來講當難，因為佢嘅歌詞聽起來是係從我阿媽嘅陪嘅老人家講嘅話，可是聽起來自家要處到當親切，所以我根本希望自家做得撈呢條歌唱好。
南门看下牛眼树，当个什么闺女叫娘娘。阿山头当一种牛夫连树行东木水。人头后自然然困到起，就马起哟。阿山头东边群日头，西边土山头，勇敢来越蘑菇头。头白该四季头白，你还记得吗？头白该四季头白，你还记得吗？走啊走，行行走，该系本见啥都是无命。大家噼啪噼噼，种上跌落苦对心，难过mai。阿山头木水名声开开嘟嘟，表现对演的。该后子下下都冇办法，让困到牛骨没大路。阿山头该牛骨大轮表来表去表到土山头哦。该牛骨没落贪图高水分已落唔回头。阿山頭大前嘴最開開，笑到咱班嘅最高像牛角。佢手上抹下跳跳命嘅理沙女高水計是每型能骨頭。頭白該四季頭白，你還記得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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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星光台在幹嘛？哇哦，没有 rock，慧清，对呀我以，为你会 rock， rock 最后一集哎，真的有真的哦。有啊，有點恐怖的 rock。哦，哦，所以你期待期待期待，哎呦，对拭目以待哦。哦哎呀，对对对对对，哎，你好像许愿池哎。我刚刚希望什么，你就马上会呈现，所以我弯腰一下。你就会算命是不是？对，好好，算命。呀，礼拜后后会冲。陈永涛老师，你觉得冲给国外有很大的挑战没？有啊，因为他的歌词啊，比较他有什么打情罪啊，然后有什么能骨头，大气？很直接啦，对，歌词很非常直接，直接，哦，啊，好，就很对我来说很难。哦，不好意思，然后他的比害较，羞。因为他这一首歌的词，我觉得只有在我阿妈那一代，嗯，他们比较常会用这些词，然后到我们这里就其实很少用这样的词在跟人家交谈。算啦，算突破啦，歌词的突破。然后就有一点点念的感觉。哦，念，对，字意比较多，就是词用念的念歌那样子的感觉吧。就他歌词是在讲话，哦，说故事。在说，但是他没有这样他真的 rap 是在讲这样子啊哦，没有哎，对嘛？嗯，所以就我不知道，我不知道。他看老师好，对你来讲，你唱这首歌对对对有那个改变嘛？哦叶嘉轩那个老师挑战嘛？来，老师，慧清哦，嗯你讲好了嘛哈？讲回了，你今日了首歌吼，我硬是感觉讲，嗯你去选的讲，你想要表达的东西，我请大上是讲吼，你从我家心理的准备怎么啦？
因为两首歌就节奏，你跳到每身体完全没有动，你摸听筒，你就摸个节奏感，所以你首歌试唱噶，跳个讲法个态度真好，啊，正式来噶，你是强拍的。南門琴下鳥眼樹等嘅心啊，閨女叫냠냠。你心里没有準備，所以沒有那個節奏感的時候，跳到我應該聽講，哎呦，會聽有聽筒起來，就至少有點擺動。家長就講，你就跳脫你自家嘅挑戰性嘛，係嘛哈？啊，你嘅本來嘅跳嘅你前後就你前後在講故事。你要繞兩個講故事，繞重歌兩兩項，然後夾起來㗎，你就突破了。你仗你就是出來，所以應該是講我你方向就開始你怎麼錯？你講我，你寫兩首歌是為了那個歌詞，感覺你就忘記了說這首歌讓你跳過歌摸 Q 龍，它有一個很奇怪、很優雅的節奏感在那搖動。你摸天人搖動，你摸天人嘅律動，就夯個哈。就都要打慫啦，那可能各位評審給你的分數也會不會太好。而第二部分呢，應該是感覺講，因為我有聽到你前面唱的真的是不錯，就是緊張，就是沒有掌握，所以呢，我稍微給你加了一點點分數，就是鼓勵你啊，希望下次要敢於去突破，因為我覺得把你們嚇到不敢突破也不可以啦，哈，好不好？好，加油，嘿，謝謝。好，謝謝。这个同样是创作人哈，前面那位创作者他有话要说哈。认为好，应该其实我跟慧欣姐很熟识啊。哦，真的？那你还敢讲评啊？你不怕你今天就没这个朋友，直接讲。一点走在讲一下。好，像一开始这个就是下歌点没有到，就是很可惜。我是觉得有越唱越好，就后面至少有比较那个节拍那些都正确，只是就是跟嘉修老师讲的一样，就是很可惜没有跟着个音乐一起，就没有跳进歌里面的感觉，没有那个律动感。嘿，就是好像看着前方，然后一直在背歌词这样子，就想说哦下一句要唱什么，要冲马盖嘿。就这样子唱就动，很可惜。其实讲唱到个练骨头，其实他就在那边等那个3个字，啊没有，都会有。所有的歌词就只有那3个字这样啊，什么时候唱到到了。不过我觉得整体表现是还不错，对，就是可以算是有突破，只是很可惜没有唱 rock 版。rock 版我会唱一下，因为还是我稍微。如果是 rock 版，你会怎么呈现？跳摆嘅事情，跳摆，你还记得吗？差不多按用音啊，就是这种。会比较有爆发力耶。就某空用的诠释的方式。对。不错。你应该要听我的话。如果25分算满分嘛，你会给慧清一多分？差不多23分。哦，23分。对，而且其实慧欣姐也有像这个“跳摆改死青”这一句，她有去做一些抢拍，是故意的抢，对，就是跟原曲有点不一样。其实也是有用心在做一些不一样的表现。好，谢谢，都是创作人自己都有自己的想法了哦。哎呀，来，安尼看一下分数喽。刘飞婷的分数。我觉得他就是紧张。对。其实他刚刚一上台的时候就自己就故意要放松这样子，我就看得出来。这首歌我真的很害怕他。脸就很僵硬，有没有？郭国立老师有讲过一句话，我们要跟紧张和平共处，好不好？对。好，加油，加油，还1礼拜，休息一下。谢谢。好，谢谢，回座休息。好，来下来。罗一玲带来培養。好。培養。較慢的歌誒，對佢來講有點挑戰。來，彈過來。我今天要帶來這首歌叫做《背影》。以往呢，我所唱的歌是比較重節奏、開心的歌曲，而今天我挑戰的是需要放很多感情的歌，希望我自己可以加油。你看天天。
你今天有什么突破？有，我今天全比较摇摇树龟飞飞树，是不扭一扭。这首歌是我老公睡觉时。你老公想要害你哦。神龙太家。哎，你干嘛呀？你怎么这样端详着他？感人呢。哦，已经没突破吗？哎呀。啊？你今天有什么突破？有。他今天全比较短。哎呀。然后你看他连家里的桌巾都拿来。突破。哎呀。这真的是桌巾呢。没有，他是看他说他今天做个呢，颜色比较深呐，对不对？套一个清新感。哇，可以吗？今天有感动到哦。有。收起他的外放。对啊，而且发挥他的内敛。然后这个内敛式的唱法，这种抒情歌，对，他唱竟然还
还非常的稳定呢。对，而且他很大胆，挑我偶像的歌来唱。哎呦，朱自清吗？没来某错的啦。啊，哎，讲迄喊错的啦。哦，我想要背影是朱自清写的。没啦。啊，不是对，罗国立老师写的啦。对，所以这首歌就由他自己负责。对啊，你怎么想说今天要？因为我听到那首歌啊，就是很感动，就听到的时候觉得蛮感动。然后因为我从以前到现在就是走比较喜乐路线，对，然后那种唱慢歌也没给他唱好这样子，所以想说就是这首歌需要放很多感情，然后我希望我也可以就是有感情的唱出一首歌。对，所以你今天有感情。有，我刚刚真的有被你感动到。谢谢罗哥。我们听罗老师看他。偶像今天有感情呢。被你感动到吗？对啊。有吗？有吗？我看到罗国立老师就一直花圈。我跟你讲，唱老师的歌啊，他会更严格，因为哪里错了，每一句都画圈呢。哈。嘟嘟和熊饭哈。哎呀，阿龙讲哈，我今天真的有被岳林感动到。哦。岳林，你今天创下出国 Q 哈，你让我想起一件事情，你让我想起在2011年应该是2010年下出国会哈，我是先把编曲做好以后，歌词写好出来之后，还没有马上写旋律，先把编曲做好之后，我就是放那个编曲做好之后，大安补那个编曲，我就一直重复着听那个编曲，然后我念这个歌词，当初还用念咩，编曲的音乐标出来，没有唱，没有主唱嘛。就用念咩，念了好多次以后，再一个字一个字、一句一句的把这旋律写出来。这么讲呀，讲的重点就是讲，你今天唱这首歌的表现，让我想起当年这件事情啊。对，当年我是这样子把这首歌写出来的。你今天唱这首歌的氛围，你那个感动带给我了，然后让我想到这件往事。虽然你今天 pitch 还是有地方还是在飘，我跟你说，我让你讲，但是你今天那些 pitch 没有飘的话，就你给我的感动，其实我可以给你满分的，真的是这样。我今天给你的分数很高，没有别的，就是那个感动，就是这2个字。你先唱这首歌给我的感动，来自于你的真诚，来自于你让我想起那些往事，很棒，谢谢我很喜欢，很喜欢，谢谢。诗慧老师不要走唱跳歌手，就可以好好的唱歌。做安尼好好啊冲就好诶，好冇？其實我感通點吼，真嘅本大家俺啲披薩評審老師很用班去，你的感動真的是感動到我們在心坎裡面。我其實當到擺安尼參賽者嚟創業書不一樣，當然羅老師寫嘅歌，唔講係頭一擺當到按沉情嚟創嘅感覺。其實我鼓勵。不要再跳了，你就按你冲就好，不要再震动。好，对，你就不要再震动，按你冲你就一枪哎哈 ，OK， 好好唱歌，好不好？把你最棒的感情、最真诚的呈现。还一礼拜嘛，看下礼拜可能冲。他下个礼拜可能要跳哎，因为没办法，就是要跳。先看这个礼拜了，看下礼拜的分数了，好不好？来，罗亚你的分数。哇哦！谢谢老师。谢谢老师给到满分呢，哇靠，厉害耶！因为我觉得我的感动就是，我其实他在唱三分之一的时间，我出耳机拿下来的。我在讲的是有一种歌术哈，计算是 DND、DW。进化最快的，什么叫做渐入佳境？西藏思松本意。我知道啊，爱唱歌会唱出技巧，唱出感情，当简单。不过爱唱出艺术歌曲会改变，还有岁月的感觉。你知道，也许很抽象，但是你知道吗？我为什么要这样说？因为佢唱出来，当到你头摆可能唔记得的事情呢。看罗老师讲，2011年出唱来弹佢。唱艺术歌曲的时间，我没有想到，我细细的时间在做嘛该，我太的了几年，我在做嘛该。我觉得这是最难的地方，所以我愿意给你满分。因为今天的主题来讲的话，我知道你做得当好，恭喜你。
谢谢老师。真的，我也觉得很棒，一开口就觉得很棒。对呀。来喽嘞！你还没老，你有棒啊！你那是像我跟罗国宇老师这个年纪的唱起来才会有感觉。太嘞！我拜太太嘞！恭喜！谢谢，礼拜啦，加油！礼拜好，很棒，快做休息。好了，哎呦，这个厉害喽！唐公影里面给最青春的一面表现出来，又带来啦啦队的舞蹈，好恐怖啊！好，你朋友啊哈，用力带队，太敢来跳舞。好，来，唐哥啦。今天选的这首歌颠覆我以往的唱腔，希望我今天能够突破，不是我只会唱慢歌哦，我也会唱快歌，加油！风筝用不是去读书，你数看书做朋友，摇摇书柜飞飞书，是会摇一摇，朴朴书心欢喜来跳舞。背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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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3、4、5，背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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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3、4、5，背吧背吧背吧，台上唱歌跳跳舞，背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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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见到杀跳舞。风筝用大家来跳舞，数牵数，然是好朋友。因为伊风筝用不是去读书，你数牵数做朋友。书柜飞飞书，是会摇一摇，朴朴书心欢喜来跳舞。背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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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3、4、5，背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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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3、4、5，背吧背吧背吧，台上唱歌跳跳舞，背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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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见到杀跳舞。因为伊风筝用大家来跳舞，数牵数，然是好朋友。数牵数，然是好朋友。哇，掌声如雷！我老人家唱小朋友的歌，我真的是豁出去了，对不对？还有懂得国外后线呐，也有快的。说实在，这首歌是我老公选叫我。你老公，你老公想要害你他说哦。今天，我老公说今天的题目就是要突破嘛。我以前不是都站在那里？没有啊，你以前就是这样。不是，我说我以前唱的歌不是都是抒情歌吗？今天来挑战，表示我也可以唱小朋友的快歌。对，哎，载歌又载舞，哎，跳都跳一轮呢，还交叉舞呢。有啊。剑斗上铁扑扑错了。哎，再跳一百好不好？没有啦。快地震！来哦。不要啦，漏油了啦。但一般跳这种舞应该是，比如说啦啦队的舞，没有人一跳个8小节的一边。哎，你不要这样子。哎，你安尼啊，没礼貌。没礼貌。当然，你这个红白大对抗马蹄跳了8小节。没有啦，都是1小节、2小节就换了。哎，我已经很对啊，这个应该也是啊。你也不要这样啊。哒啦啦啦。哦，你是我的花朵吧？他就说你地震。不要这样，我平常就已经会忘词了，你要叫我记舞，我的词会忘光光啊。你的剪刀石头布跳下去有没有忘词啊？没忘哦，好棒哦，突破了啦！有，好不好？有突破，老师看得很开心，对不对？但是分数怎么样我不知道。智慧老师，你还可以要这样让老师笑到没办法讲话。好，来，有请世慧老师。 OK， 丽茹姐，我觉得你很有勇气。
我真的觉得你很有勇气哈。其實也數個位啊，我到擺看人家客家天使台你表演嘅時間，其實我就會企起來，真係安尼跳啊，飛，即係真係會跳。啊，唔過真係很愛。起到個天使舞蹈跳啊，可能還是很大的挑戰。要調試一下，係調試一下。啊，我就會講，例如姐，因為亞叔哥對你的懸殊真係跳太誒，所以表演起來呢就是對不上了。冇嘅話就會唱起舞棍大哥唱嘅，係會感覺冇馬腔樣誒。所以你很想做，可是又只能做到3分，啊，你就會卡大上。我就不要試着釋放自己，真嘅背，1、2、3、4，就安尼就直接就唱了。係你就莫講誒，應該係安尼。其實也下而挑戰自我就會不用下來，所以安尼較大聲的誒。好，這是我對你的建議啊哈。好，看一下分數來。用力嘅分數。哎呦，謝謝，謝謝。做對了，盡力了，這老師應該有看到他不同的感覺。其實看這個表演是很感動的。有看到他想要挑戰自我。對，看到很感動。謝謝。對呀。是。剛剛有那個舞棍阿嬷的感覺。謝謝。莫安樂啦，你罵。好了。好，謝謝。還一禮拜啊。好，謝謝。加油。好了，做休息。好了，下來。總hin文還有秀氣的女孩耶。已經要突破，真的突破了，亞叔哥哎！哎，看已經要表演樣板，咁我當時合意哦。哎呦，哦，還以為跟搖滾麥酒變成比較文青類的。搖滾麥酒。哎，當啊！今日帶了亞叔搖滾麥酒，大家可能以為我只會唱可愛的歌曲或者是抒情歌，那今天帶了比較不一樣的歌曲呢，就是比較搖滾的，希望大家可以看到不一樣的我耶。重新跳，愛空
破，有哎，对他来讲，有哎，妈妈有突破啊！妈妈好爽啊！妈妈跳哎！哦，妈妈跳的比你还精彩嘞！妈妈在前面带动跳哎。没。那是国外妈妈跳的吗？不是，你自己挑的，跳给妈妈跳。我跟你讲，因为你本身有舞蹈底子，所以给创业这个快节奏的歌曲还蛮适合的。对。有自己有没有觉得有突破？有。有突破很大哦。很紧张，妈妈在前面看我都快忘词了。所以妈妈以后请你离开好不好？妈妈下礼拜要离开，下礼拜是很重要的一天。对啊，下礼拜就是这个关键时期了。对，好。先下条歌的，让我想我先下条歌的。哦，因为我通常都是唱比较可爱的歌曲，就其他甜美的。然后第一次尝试这首摇滚的歌曲，因为是自我突破挑战赛，对，所以想说拿这首摇滚的歌曲来挑战自己。好，你看一下老师有没有被你挑战到？这位老师，新闻你好，我先讲吼，我当喜欢准备唱两首歌曲，头两首歌，你以前是唱歌吗？没唱过哈，我觉得你的列书歌曲的态度做一档吼，把你的个性很凸显了。我看到过去不管以前的海线呐，也还讲过去3、4集的表现，我总觉得丁义神通是有一张唔嘛该东西。譬如讲，你已经有明星味了，那个潜力对，然后出镜头上看起来也很好看。可是我就觉得，你看像海军，你骑了边你就提讲啊，他有一个气势。大牛哥没空用，就有时候不管我们要开玩笑，你看，即使他是这样，我们还是觉得我们就会注意到他。你就懂奇怪，你大概骑都当班，我后来就发现了，其实你还是少了一点自信。来这两拜你用列书歌曲的节奏感唱出来了，然后你把这个歌的分配也做得很好，譬如说。几条歌曲的起承转合，特别吼，后背的19做业强两 V 吼，动你第2 V 就跌倒了。可是你没有你2次都做得很好，包括那个假音，虽然讲讲有点讲，不过你还是尽力做出来，这就是突破。还有，我拢讲唱歌的当中要什么该？你的眼神，你开始一听宽体男，我就知道你没有自信了。我告诉你，即使再没有自信，你的眼神也要告诉大家，我张新文做的，我做得到，你知道吗？唱歌的当中要，你唱安久的，你一定要记得两件事情，好吗？今天分数应该要1个啦，哈，希望后波还有10，加油！好，谢谢，安子 C， 再请一下仲伟老师哈。海 C， 那个我因为新闻也是我常会在外面做场子，有时候会碰到嘛。哎呦，对，所以所以新闻其实他抒情歌也唱得不错。那今天唱这种摇滚的歌也是很有自信。我觉得他的肢体真的很棒，很棒。对啊。然后而且其实我觉得如果摇滚就是像我刚刚讲，可能就是加一点喉音或许会比较好一点。对，可能会比较。你可以转过去交代他的妈妈。看你还讲得出来吗？就是一点建议，小建议啦。好，安子谁？好，来看一下你几分数了哈。总评委的粉丝。长君，你今天用来刮目相看，真的，你今天真的很棒，你把 hip hop、把 rap 这种音乐表现的，我觉得真的你做到了。我特别喜欢你今天的演出，他从眼神都有那种迷惘的感觉。今天他的最大的突破，从内心里面在表演，所以在我来讲，我觉得我喜欢于小金的表演，很棒。是谁？好，来看一下你几边分数了哈。总评委的分数。95分，恭喜哈！还有1个礼拜，
好，加油加油！好，谢谢。会做休息，会做休息。加油！再来，郑聪君，哎呦，有创下出歌哎！哎呦，啊，对啊，台语歌啊。对啊，对客家电视台真的是一大突破呢。哦，了会春风，我流浪，孤孤单单，谁人体谅？我在。哦，不是了，不是，客语也有这是永利一样会唱的歌。哎呀，春夏秋冬这首歌来听看看。哎，对，好了。会挑这首歌的原因，是因为想要让评审老师看见，说我不但可以驾驭一般的情歌、摇滚歌曲，还有就连这个嘻哈的饶舌曲风，我也可以驾驭。那另外一个原因是要让评审老师看见我这一路以来对于客家歌曲咬字的成长以及进步，希望大家会喜欢我今天带来的表演，谢谢。世界袂上起来，上起来，水门的世界袂透透，居民会做，缅甸做，伊的后顺爱会找，等于下演上用爱全糖伊会袂，爱现做伊做欣赏耶，伫面冲头海伊会欣赏耶，伫两片两是全场伊会，唔伫嘛个时间快死的，唔过手气，伊欢喜真正的天然，爱天然两种动好嘅感觉，无分记做体力。就爱用水体嘞，爱就会终于爱用的爱老你，总得不想安都是安都的事情，感到 even for my baby 又春夏秋冬，你唔记得改伊的风景，用伊老的 story 夜春夏秋冬，共下牵手走。欢喜青菜嗡嗡嘛甜走，出发的时间天公全嘛黑不嗦嗦。俺定义动爱是每咪咪张开是三两高楼的有一家动态比起动好的恭敬，虽然有一点的落水老热气，要用爱你看起来有一点点醉蒙蒙的。伊讲爱用动好无关系亮亮的，记拿出准备好的该能够耶，该感觉就从有心也莫看到该能够哈到，定爱的母主看到，原来全嘛系你。却嘛给你做上多，你才会懂开心，爱中意暗用的你，让我讲法又讲又像暗用的你，就会俩伊你，爱会用又记得俩伊你 ，Yeah，Love in the night， Love in the night， 哈哈 ，Yeah，Love in the night，Love in the night， 哈哈。Yeah, come on, one more time. 春夏秋冬，你唔记得改伊的风景，用伊老的 story 夜春夏秋冬，共下牵手走，将到多一分钟。春夏秋冬，你唔记得改伊。用伊老的 story 夜春夏秋冬，共下牵手走，将到多一分钟。Yo, come on. Love in the night. Love in the night. 谢谢看看。哇，哟，嘿，哟，嘿，又来了。
天天都需要你的爱，我的心事有你在。I love you， 我就是要你，让我每天都精彩。我买药啊，海云姐好。好，刚刚那一段都是胡闹的啊，不好意思。哎，我今天是嘻哈 rap 的打扮呢。对，跟以往不是，你是比较不一样忘记换衣服是不是？而且标签也没撕掉。没有，那个算是政治标记，就是它是我从加拿大带回来的，因为它是正版的才会。哦，你真的很怂呢，你。这个帽子上面这个标签，这个是不能撕的。啊，就没有价值，就没价值了。对，是哦，真的，就正版才会贴。我帮你粘好。很奇怪啊，就好像以前那个大陆那时候还没开放的时候，很多那个名牌衣服这边不是都有一个标签，都不能拆的。哦，对。因为拆了人家就不知道我那个是名牌啦。对呀。对呀。像有时候我故意把 LV 露出来，也不是那个。啊，来，要跳歌的真的，这个又让大家感觉不同的好味道哈。来谈一下那个罗国立老师。好。我做给一种精彩哈，毕竟真的是越到核心，大家都使出浑身解数哈。场君，你给me用来刮目相看，真的，我不知道说哇，你加拿大待很久吗？在那种西方国家，这种 hip hop 这种 rap 很兴盛的国家，你有待很久，还是你有听很大量这种音乐？有，我有在唱那个英文的嘻哈。哦，真的。英文的 rap 对。所以你看，这么慢才找到这么一个好的方向，有点可惜。阿龙讲，你一唱歌唱完的时候，那个哲伟老师讲了一句话，我当下就觉得啊，对的，他说到重点了。说的什么？你今天你这首歌表现，你身体放得很松，从哪里看出来？从你的脚步，从你的脚步里面，你身体的摇摆跟你的脚步，你就知道说你整个人是丢在歌里面。你欢喜真正的天然，爱天然那种动物的感觉，无分记就切咧。阿龙讲哈 ，hip hop 这种类型的音乐，这种歌曲，跟难图丁奈，第一个它的律动要非常的自然。再来第二个难处是它的歌词非常多，非常长。你今天真的很棒，你把 hip hop、把 rap 这种音乐表现的，我觉得真的你做到了，只是可惜太慢了一点。很棒，场君加油，还有一集加油。陈崇斌的付出。哇哦！唯独我的缺陷。你不用再说了哦。唯独我的缺陷，我重点来听讲。好，其实场君好。全部你是5分呢。係啊，總共24分。其實哈，我基本應該要本25分。唔講係，然後扣了一小點的原因，是因為你真的太慢在做這件事情。因為頭前的鋪陳，你很認真、很用心，懂用心。不過呢，你放錯的方向的原因，是因為你一直想在這個舞台上請到人去嘎。結果你把你自己放在外面，放在舞台的外面，根本老去侵轉來。所以我希望講，不過呢，雖然講泰嘎對你的表現來講，在 hip hop 裡頭，我還是會覺得有一些地方，我覺得你可以再努力的地方，就係講你要個數位肢體，腳步是穩的，可是你的手的肢體還不夠放。既然他選謝軒奇亞蘇國外，你再仔細看他的 hip hop 的模式，他的 hip hop 模式是很帶到位的。所以你要給數個力量抹麻拉，這個一個力量，還有你在鞋子的選法，可以再把它換掉。對。啊，所以今天扣了1分是鞋子的選法。然後穿英式風的皮鞋，這樣。然後意思係講，就是你全身上下讓我看到真的很有 hip hop， 可是在褲子跟鞋子上面的選擇，我覺得沒有帶到位。然後因為我真的很希望，因為對你的期待性，你可能想象不到，因為你的 range 太大。你做在做 hip hop， 你做做抒情，你可以 R&B， 你可以這麼多，你怎麼不想想你到底可以做什麼？既然你有那麼多的 level， 你做在做你去幹嘛嘅東西出來幫大家都看，你有很多的太多的無可想象。你要想象你自己有什麼，還可以讓我們再另眼相看的東西。OK， 這是我給你的鼓勵的話，謝謝。好，安志先，這個最重要認識自己。好吧，了解自己。好 ，OK， 加油，99分，還一個禮拜。好，加油。好，好吧，好了，回座休息。謝謝羅哥，謝謝姐。好。
撒来。来口带来，爱上你的点，爱上你的风。哦哟，这个女的，哎呦，喜欢刺激的哦。来来。今天的自我挑战，我要唱的是《爱的两个点》，爱上你的风。这首曲子是我们日本猫 Urban Cat 去年发行的首张母语创作专辑里面最疯狂、最摇滚、最迷幻的作品。之前只有演出过1、2次，那我觉得很害怕这首曲子，因为我觉得我自己比较会唱轻轻柔柔的作品，所以这一次希望能够借由这个比赛可以挑战成功。哇！小心！爱上你，声音爱上你个点。所以今天主题挑战自己嘛。好，因为那条歌对你来讲的动态挑战就差不多。对，虽然是自己专辑里面的歌，但是很少演出这首歌。对，因为那怎么说是突破呢？想要拿这首歌来当我们这次的主题呢？因为我
觉得我不会唱这样子的曲子，之前有挑战过一次，就是9号公路，对，就是比较摇滚的，但是也就是做不好，做不好，是啊，对，有吗？就是我平常都是比较可爱、想要轻松的，想要慵懒，对，慵懒，对，哦，你那个真的是会勾人的。对。但好不好？这个我们要看老师的哈，老师这个来叶家孝老师讲评一下。叶老师来。刚刚在讨论哦，对，基本你的表演哦，这个看法是2极哦。那讲来这个，我特别喜欢你今天演出，主要是哈，我看到一个很会唱歌的歌手，把一首歌唱的很特别、很棒之外，因为该做的演唱的表演的部分都做得很棒。爱的那个梦，爱的那个我还感觉是说，事实上，如果很仔细的去看电视机旁的朋友看到，他从眼神都有那种迷惘的感觉，就是从底波到做到高波，他已经表达出来他想要表达的东西，就跟老头哥某 Q 中。你们给的问题是说，他是本身是个唱将，用板冲大家都会觉得你唱得很好是应该的，对。但是今天他的最大的突破，对我来讲还是看到给用，他从内心里面在表演嘛，然后讲。我就告诉你，我今天要做一个女巫，所以我的唱腔、我的眼神，什么东西都很坏，就那个样子。我就告诉你，做爱回答。所以在我来讲，我觉得我喜欢雨乔今天的表演，很棒。是，哇，大师就是大师，他就看透灵魂一样。对，那我们就看透灵魂，是不是？哦，厉害。那牛仔对女巫有什么看法吗？就像那个家驹老师讲的，那他的。自信，对他的眼神就真的就会勾人的感觉，对，然后再加上他唱腔，哇，整个真的好像在 live house 这种感觉。对啊，哇，其实他根本他在比赛，其实真的就好像在玩一样啊。哎，对，就是真的做演出给大家。他最主要是在这个舞台上能够这个表演好听的歌曲，哦，给大家在分享给大家这种感觉，哎，真的太厉害了，我无话可说。因为哦，就是也是因为这种唱这种类似这种电妈这种风格，电妈，所以就打扮的要叫我，我以为他叫我妈妈。你讲点马啦，点马，就是爱上你的爹嘛，对不对？就这样。那继续点下去就对。错，太厉害了，圣梦。好，按这来看一下分数。分数有点嘛，来也给我分数。哇，96分，我懂高分了。圣梦太高了，哎呀，谢谢，也谢谢你们了，谢谢。好，也还多人的传统就6强1分，所以清明天一礼拜了。哎呦，系啊，下礼拜就6礼拜天啦。哎呦，关键时刻哎，对，今明年黄金时期就错个啦。哎呀，但今明个是讲伊个分数是变啊咧吼，有可能会有无控用的结果哈。英国迷的参赛者都有统计到自己的分数到哪里了啦哈。对，不好意思，我是没有办法统计哈。你不用统计没有关系。我忘了。哎，交给老师上脑筋。老师，来，等下比赛之前给上金牌评审评审。Chucky 的先生，李秋海先生，罗英先生，曾宇先生。比你黑妹，我们也一样是有主题性的。有啊。哦，因为到关键了嘛，对不对？一定要有啊，冇主题我做定。个今比你就有唱到 Chucky 嘅先生的公布咯。啊来，哎呀，6强的积分赛啊，一定要有主题，本人去发挥。啊，今日主题係乜咧？係本人嘅歌，本人嘅歌，也就要。主要人家參賽就要寫出一首歌來，和本人嘅生命中最重要嘅人對佢搭車，嚇嗱咁接定方面。再過來呢，人家比賽係你同樣鐵板料、牛絲、玉米、
一天来做笔章，希望大家都有好成绩，加油！好，安子姐，安子姐。有啦，你咧伊咧心目中一定有上爱创的歌下，上爱讲的话，本去甲特别上爱讲的对象，那今天好好发挥咯。对啊，所以安尼参赛朋友也厉害哦，唔单止哦，安今日欣赏我平日嘅歌艺之外啊，还有平日嘅填词嘅功力的哦。哦，加油啊！来，有请 TV 参赛朋友。齐依云带来落山歌。来，等下啦。我今日创了一首歌词，下来感谢我的太姐佢哋喺天堂咧，来希望佢几十年来嚟照顾哈，希望太姐姐姐我爱你。此世身体，莫算心难。梦太姐啊，你个亲几十年咯。亲照顾寂寞已了，情意啊，莫奈情忧伤的。海军，我刚刚就听出来了哈，那唐志给歌词多方有讲到姊妹的亲情，对，姐妹情，这种情谊啊，啊，因为我个太姐吼，姐姐，太姐吼，我提亲的太姐吼，讲Q6好啦，就Q年啦吼，就104年嘛吼，然后因为梦生肝硬化梦生，中草路梦生，61岁，刚好61岁，然后我个太姐吼，对呀父母啊吼，对你爱热爱啦，对爱兄弟姊妹啦，还个对朋友非常的好，因为我从小身体也冇当好吼，俺两个穷王大信奉当照顾吼，我身体就唔系唔好，还个好。佢体质改哈，就为了关心哎，你行业有个天头紧啊哈。以前我们的新生儿都没有衰减，那是直到我生完你，我才知道我有蚕豆症。后来我才了解说，我国小5年生加行，我才会用贵姓方体，头鱼唔得哈，头唔得，我这按同一般人爱数咧性光头哈，亲像妈妈就按照顾我用的哈，按吼你莫要学校读书，我讲哦，我可能会。唔知袂错无吼，我希望我天堂的太姐姐希望伊
其实原来按照顾我，吼，我是个身体，而且是个会照顾嘞。哦，姐姐，我爱你，谢谢你，谢谢。有感恩感动哦，写伫个歌词底肚里。对，真的很感谢他。头都冲到一半，才是给我出来的。有了，有点 hold 住了，有 hold 住了，有稍微 hold 住。版哈，安尼谈一下欣赏的公平。有请到车曲嘅先生。好，安尼议员小姐哈，你这边带来呀老山歌，你一个安尼主题内容本意嘅歌，你系写到你姊妹情啦哈。当然啦，也歌我也看一下，歌词也写得相当好。最主要当然歌词好，也看你自己本身去表达的样板。你要将一个你讲一个心嘛，用音到一歌词的也挺好。但是呢，在也系一方面是冇问题啦，也就一同讲就讲，你在一个唱腔方面，其實前3段唱得以好哦，因為也狀況也做得講也忙忙嘅，但是都姊妹情意嘅事業，姊妹了一個姊妹，哈。情意呀，情意呀，这个哈，一个诗方面，你再注意，一个咬字同你尽量咬上来。情意呀，莫奈情啊。整体来讲，今日也还唱得不差哈，好，再加油哈，谢谢。谢梦先生，还做了看本书了啊。请议员的粉丝。阿爸日今日从了罗山歌，从起来特别嘅有感情，谈起来也行云流水哈。韩国呢，你系歌词是甲写嘅一简单，也一清楚，又唱得好哈，还做得表现到很好嘅一只优点。为了我只爱你啊。有幸福感。幸福感给我老公啊。最重要的是你的老公。对呀，你的老公。慈湖旁边那黑黑，那你老公嘛？啊，好像是。按照了看本书了啊，请议员的粉书。很做的啦，哦，不差，还1礼拜哦，这边啊嘞，好吧？加油了，谢谢谢哈，好，再休息，来下来。曲兰带来甜白。看看啦。我今日写了首歌係想愛爸爸媽媽，因為我爸爸媽媽後生些非常的辛苦。你很多年來呢，也是當快樂啦，同啲離鄉啦、唱歌啦，嗬。韓國90兩歲仲才幫我到時咯，我希望佢嗬健康快樂。
支创也差不多有感情哦。有哦。系啊，感动到人哦。系哦，当真的。嘿，可以讲一下也。哦，嘿啊，下个卖的歌诶。我想我爸爸妈妈。哦，创本父母亲的。我爸爸妈媽係兩歲時節吼，不拍條東洋葱，甲暗晡了8點，推邊先生看講，啊你要生完上唔到天光咧。哦。係叫我上唔到天光。係，因為以前都是以前就冇本人看就冇講狼惰嘛，啊都係白喉已經長滿了喉嚨了哈，已經是沒有辦法吃東西，呼吸的話好幾間房子都聽得到。然後那醫生說你活不了，呼吸好幾個房間。對對對。更慢的。就是很嚴重的，就是晚上就趕快抱出去。醫生說你這個孩子養不到明天了。哎呦。那我爸爸媽媽就。醫生就不救啊。沒有，沒有。那個後來他就抱去那個富岡的鄉下哈，有診所。他說，哎呦，你要生眼就是那個拍球了，他才看得懂了。後來那個醫生很好心，借錢給我媽媽，又帶我媽媽去找血親。爸爸媽媽，然後就是家裡很窮嘛，沒有錢嘛，那醫生借我錢給我媽媽，所以那醫生也是我的恩人，我的命也是他救的。對呀，醫生還有吹毛，講冇吹你啦，係啊，有錢義啦哈，冇吹你。佢真係要蹲下在醫生好感謝。要叫佢嚟，吼，變企一條舞台當歌，唱暗號彈嘅山歌。今日帶來一條歌嘅吼，個歌詞寫到按感人哈。彈公平啦哈，分享秋夏先生。你平板有當多種嘅唱法，啊，你曲蘭今日唱了就屬於你苦情嘅山歌，吼，唱個搖錢兔子腔咯，呢首歌曲，一能夠俾大家當到感動。你今日呢首歌曲，用呢種嘅感情嘅詮釋是非常適當嘅哈。唔過你腔到本就建議啊，哈，天機細細刀片，不是刀片，幾刀？刀片。哦，你就冇注意，你為了要做就讓你試試冇髒嚟啦。唱那首歌曲，愛水甘那。送了情啊！你係幾樣嘅唱法？你聽見？李秋霞老師唱靠調啊，不是，就是很有感情呐，很有感情，好有感動。細細到那一片啊，係咪該記啊？哈？還有嗎？還有嗎？痛記了心。你就每轉迄樣嘅樹音嘅感覺，唔會較嚴峻到嘅。好，謝謝老師。因為唱歌嘅，你要乜嘅歌詞，要乜嘅感情，你詮釋非常重要。你係比較建議，希望校園能夠更好嘅成績拿出來，好嘛？加油！好，謝謝。秋夏先生講講吼，用講起來啦，彈較冇清楚，佢用示範用唱起來嘅。哦，聽秋夏先生感覺，你還有另外啲行業都在做呢。佢係天后啊，冇辦法。套路清茶喎。喂，愛唱你附近去開人啦。來，看本書好嘛？好，來看一下，秋蘭的分數。93分。恭喜哦，唱到好，我們分數都高，好嘛？謝謝，加油！好，下禮拜怎樣啊？好，來回做休息。好，沙下嚟。賴先生哦，賴先生有乜嘅故事咧？賴清人帶來廬山歌。我哋彈看啦。我今日我唱一首歌，係我獻俾我爸爸嘅。我爸爸頭擺後生嘅時節就當樂線，唔會讓人計較。哦，有閒嘅時節是唱山歌19。哦，當日做到兩條舞，希望呢我爸做得立啲天堂呢，讓我來加油，能夠得到當好嘅成績，希望大家。阿爸一家。
心多难，有寒流，一天那冲山高那。每日做到两头无奈，身体流。天空啊，守好好呐。两位主持人好，你好，赖老师好赖先生你好，哎。赖老师有冇個故事？充滿萬年糖。充滿捱爸爸糖。哦，賴爸爸。是談到你這一講到一創業，要到故事的時間，你就想到哎呀，我做充滿爸爸糖。係啊，爸爸很才嘛。田蛋。哦，田蛋。你好，你好。牛奶你講咩？貴。牛奶，一個曉有乜個故事呢？我爸爸當水河，他既然唔會讓人計較，係啊，撞下人就係唔會讓人落實，係錯。爸爸條白鐵做乜個事業嘅呀？做乜個條路呢？插秧耕田做起餅。冬青褲咩？起餅柿餅哦，柿餅。哦。做起餅。啊，這個沒有種起嘅，哦冇種起。全部去用貓嘅。哦，貓轉來啊，這個來做起餅啊。哦，啊，咁做好，仲喺公修嗰時傳下來。哦，安尼哦。係啊。佢日下人係要做冇？佢做酸貨啊，做兩張嘢之後一撩一年嘅啊。做用哦，生產期兩年係咪？四張兩張年天天啊！哦，所以就唔好啦，就多年推都不用睇咧。不用睇咧，我爸冇菜就不用睇冇人做咧。哦。哎呦，啊當大嫂呢吼！我以前要潮我做，我講我冇，我做嗰兩張嘢我好做嘛東西。所以我衝山高，高山高，較好穿。做事做兩張嘢，撩八張嘢，一號嘅成法你都買個不個台嘛，真係渣。冇啦，要落年啦。嗰小強啊，哦，給做到那個什麼貧血呀？地中海型沒有，那是遺傳啦。哦，你遺傳那是遺傳啦。哦，你就遺傳你爸爸這種地中海這樣子。不是啊，不是啊，我是地中海貧血啊。對。哦，那個啊，我爸是地中海貧血加地中海，他比較嚴重一點，他貧到這邊來。哦，所以地中海貧血會影響到頭髮的？不會，那是人品關係。哦，沒關係。我覺得你這樣解釋也沒有比較好哦。啊，你今日帶來一條歌來談一下欣賞的歌品啊。英英老師。青年台講吼，今日從了羅山歌，可能講起來係自家阿爸嘅故事，所以從起來特別嘅有感情，談起來也行雲流水吼。香港呢，你係歌詞自家寫嘅，一簡單也一清楚，所以簡單說明本馬莎嘅歌吼，你就係你從你係如唱得好吼，係做得表現到很下好嘅一個優點。咁講吼，就係本得建議就係最尾兩句吼，每日做到兩條舞，身體健康，小
好好，你偏爱知道，你係做得創造很有歡樂嘅氣氛，小好好嘅時間吼，冇很緊張吼，有點笑容衝出來，可能伴你嘅感情會很下直接，很講呢小好好嘅每日儂來數嘅時間吼，係做得數到有很下柔，吼，很有點軟味帶落去愛上呢，會很下加分。天空啊，小好好呐。基本整體來說非常嘅好嘞，沈夢怡。謝謝，謝謝。好，安尼，就來看一下分數啦，好嘛？好嘞。來，請年的分數。謝謝謝莫先生，恭喜哦！而家目前分數排名要排，係咪最高呀？央創係33點。真係係嘛？哎呦，之前累積起來啊，也踢了。哦，有 QV 哦，還有禮拜哦。哦，先打自跑的哦。加油！親戚朋友就是很耐哦。哎呦，有人茶先喊好嘞。老闆啊！在那邊啊，在那邊。在北埔啊。北埔鄉係嘛？係啊係。誒，鄉莊啊，就夾個槍來啊，唔會多咧，會多嘅。好啦，恭喜！先恭喜。好啦，下個禮拜好來回做休息。沙來。總原言帶來3個字。睇下啦。老公，我今日咧數個位去獻俾你啊，你個辛苦了過頭咧，啊，你生意那太咧，唔是按你受咧。啊！你看，你兩曬，老人家要互相的照顧，你要補充啊，是幫你啊，加油啊！云根姐你好，帅哥美女，你好，云根姐从来就没有那么的辛苦，感伤，对，有幸福感呢，有幸福感哦，幸福感给我老公啊，辛苦哦，那谈得出来呢，所以你生命中最重要的是老公，对呀，你按辛苦呗，啊，带相片了哟，相片，哦，来呀，来，你的老公，慈湖哎，旁边那黑那你老公嘛？不是，啊，这个好像是，俺那有个福气啦，我刚刚以为也是，俺那有个福气耶，哦，要给啦，哎呦，人到呢，你結婚係，我有講我未交呢，你也當好笑啦，你樣嘅訂婚嘛，訂婚嘅嘢啦，跟人家講啊，個戒指唔好被笠落去啦，笠落去肯被乖乖彈起啊，嚇，所以我啲數啊，糾正呢，到兩邊個下，其實同我年唔好我轉彎啊，我是打起啊啦，打起睇起個笑到下下滾，哦，結果要俾弄落去嘛。
无啊，其实这人眼拢啱啱，唔本来落去啊，这眼拢啱啱输出，唔爱戒指，唔本来套进去啊。啊，结果你还是乖乖躺起没？幸福啦，幸福啦，幸福，一切都由他做主啦，一股家啦，嘿呐，一股天本家啦。加油嘛，也诺诺油。嘿呀，我被输吼，变硬硬硬硬吼。靠落去啊，难怪人家按糖吃吧。哎，没关系啦。唔通啊，本样都冇糖啊吧？安尼拗中。硬实实唔落。按平常时伫夹旁边，我哋讲乜个较亲密的话嘛。佢閒閒叫佢讀經啦，係叫做讀經，老了要修行啊。我讲你啊，你有没有跟他讲到一些什么？他爸回来，不，什么亲密是没有啦，老夫老妻有什么亲密？所以有什么好吃饭啦，要正经讲一讲啦，家常啦，家常话。可是你侬我侬了，个按肉嘞，唔会啦。哎，这个，哎呀，这不管年纪多老，对不对？还是要有这个份呐。那对于天师机哈，也要听你看电视。老公会看嘛，冇人按过会看呐吼。嘿，大摆其实爱看，反正每个礼拜他都会看。头摆吼，会按情裤做些哈，冇嘛个法好讲，就加油见面的公公，滚落公堂。好，老公，你辛苦了哈，生人家太累，唔是你少，然后哈，你身体要顾好来，你共同来度过我们的老年，是帮你啊。我爱你呀、老公不爱要爱谁哈？对啊，对看得出来云干姐姐是个很浪漫的人，只是个开发男主外女主内妹就是这样啊。啊，前面各位敌对冲突的啦，吼。系啊，系啊。哎，这来，先谈一下先生的公平来，好嘛？来，像曾民族先生。今日袁建志创了《三国志》哈，结婚以来40年，创到个11世纪啦吼，受苦嘅人有一点点的吼，为他大意识，啦吼，还个天数共同更加人的世界，吼，唔是按紧张，慢慢的吼，个更加人个到吼个伤啊，有受苦的吼，从到痛过人。吼，尤其下只礼拜所结束咧，吼，俩桂冠军，吼桂冠军俩，我哋评审委员一天要康思念，吼，所以你上任一天要让好来，有嘅素材係從到聽過嘅話，吼，咁要逼脱，安樣嘅，吼，所以要注意兩點，吼，謝謝評審。好，謝謝，好，按這個看分數咯，哦。終於揀個分數。对，那目前 CV 的分数全部是同高分，哎呀，这差1、2分的你听听啦哈。下礼拜变啊嘞哈。谢谢老师。好，我们会做休息，很仔细哈。我哋杀下来。林妹妹带来了3個。谈好了。我哋講喺從細到大啊，當辛苦，乜嘅事情都會做，所以我有本錢地講我嘅辛苦，我錢你下通常性格咧。對我也當友好，我所以我哋也當開心，心冇大家。三忙大兵，因為上過安講呢，做該嘢呢，身材婀娜多姿。哎呦，身材哈，其實羅茵茵老師啦，羅茵茵老師都7點以後就不吃嘛。我沒有，那他是7點以後就吃不停。對了。後天留。就感觉到浓浓的情谊，从到最每一季的时间，你个笑容哈藏不住，所以大家足够生意不要太多，非常嘅好。
山忙大兵。你好，蔡老师你好观众大家好。好哟。哦，今天上班很强哦。没，我大摆做安讲嘛，来那身材婀娜多姿。哎呦，身材哈，哎呀，很胖啊，最近减肥，很胖哎，有成功后了。哎，哎呀，这瘦掉好几公斤。真的吗？是为了要穿这件啊？我本来很胖的。哎呦，真的看不出来你有瘦呢。以前很胖，以前更胖啊。漂白之前比较多肉一点点。给好罗茵茵老师啦，罗茵茵老师都7点以后就不吃嘛。还有。哎呀，我没有，那他是7点以后就吃不停。对了，吃到隔天的7点。而且7点就是压力比较重啊，睡不好睡而已啊。哦，压力很重啊。为什么压力很重嘞？哎，这进6强的时候都要自己做歌词，不是吗？睡觉的时候，哎又睡不着，又爬起来做歌词，做又要背。上一个礼拜不是1个礼拜要做2个歌词，对呀。哦，按照烦恼都抽屉都走了。一直想，又起来爬起来做。对，早知道挑流行组，对不对？挑的传统组，免贵你嘞，免贵礼拜诶。流行组也是一样吧？哎呀，不流行组配歌词的，唔是自家写，哎呀，跟今日歌词写都不满意。嘿，写本来摄影的啦，小孩子啦。因为我从小哈，小6岁就卖给人家做童养媳，很可怜哦。他不给我读书，都要去田里工作啊，种菜种很多，学盖学鸭，我学一豆猪。你看我的手指，你看手指这样一样啊，就我这不会伸直的，2个会断掉呀，60多年了还在。哦，豆煮菜啊！你有看到痕啊？哎，对，60年了还在。这个痕迹啊，这差不多断掉。这个都是岁月的痕迹就是小都要一直要多注水卖那个猪啊。煮菜用纯莲树都倒落去啊。以前现在有机器，以前没有机器，都是要手这样剁，都这样剁。都好多，不是一点点哦，一大堆哦。养那么多猪要吃番薯。就是有断掉了哈，差一点点，就差一点点。哎，装开松一样呢。那个时候好像也没有，继续做，一直流血，一直做，这样常常吊着叫中药包的。以前的人啊，更像人家生意的医师一样哎。就是说我的辛苦做过来，把他们养大。这里现在老了，他就让他知道我的辛苦。但老了，他们孝顺我，我就乐安康了。生也有好了哈。有，4个小孩子都很孝顺，都很孝顺，所以我才会来唱歌啊。对，好娘的啦。对，我才会来唱歌啊。对，先唐先生的公平啊，你像恰吉嘅先生。也来讲人家嘅面妹子哈，其实你本身的嗓本来就当好，尤其但是你語言部分啊，就有較尖啦。就有較尖嘅聲，將伊今日天氣從細到大，也嗰個太細順面，嘅見面就冇幾好食，突然間就縮起嚟。從細到大，一到以後自家注意，雖然講係追攝，但是人家美團嚟講，而全部做嚟講係也唱得青春。再加油哈！再加油！謝謝老師，謝謝老師。我減白條，冇聲咪較冇力的。看分數就低了啊！你乜嘅分數？
军事上分，冇啦，做对啦，冇讲快迄啦，冇啦冇啦。好，谢谢谢谢。继续加油，吼！下礼拜加油哦！减皮咩讲啊，继续加油啊！好，谢谢。啊，无冲迄个样减啦。好，说听样减，冲那样减。按着这样子做，好了，撒下来。法官大人楚金泉带来3个字。来，唐哥啦。今日我创了条3个，献本太太，什么陪我韩国40几年，谢谢大家。哎，法官大人你好，谢谢。法官大人，冲不慢你那各位嘞？哎，冲不啊，不让啊讲。我老婆。哎呦，老婆今日敢有来？哎呦呢？哎呦呦呦，法官夫人好。夫人好。法官大人浪不浪漫呢？哎，还 OK 哦。哎呦 ，OK 哦。所以不要依照他的外表跟他的形象来判断哦。有没有这个印象当中最浪漫的一些事情你比较记得？你觉得哇，真的好紧张哦，好像在准备。他要讲，他当狱官的时候啊，我以为他不能回来，回来看我。那时候我们还没结婚，那我想他应该不会回来看我，没有想到大概傍晚就打电话给我说他在车站，我说什么时候过来？什么？他说你在哪里等我？结果远远看他拿了一个娃娃给我，很感动。哦。从台中买一个洋娃娃来给我，所以我非常感动，说他。所以就这样好放开。你是很难得，情人送一个洋娃娃。对，那结婚后还有送什么吗？有很多东西，就是我很喜欢的东西。他整个人都送你了，对呀。这最实在啦，对不对？最实在的啦。他也是一个孝顺的儿子哦，在婆婆的心目中是孝顺的儿子哦。哇，这好棒哦。结法。所以我很感谢。好，感谢老婆。有没有什么想要对夫人说的话？把这47年的话都讲出来。对，感谢老婆一路陪我40几年，3个小孩子也教养得很好。所以我很高兴，很感恩。那所以现在退休了，对，那有机会就是做做自己想做的兴趣。好，听讲评了唐贡评，谢谢。罗英老师。好，今春阿叔哈，因为从了3個字，了叔個詞我非常嘅好聽，因為了係講出一張男人對什麼嘅了對自家嘅妻子哈嘅一種感謝哈，韓
他的爱意，所以你要首歌词呢，应该看到韩国唐一唱的些，就感觉到浓浓的情意，所以佢哋喺渠道你表現到非常嘅好，不管係生日嘛，韓國應該肢體表達、推風，嚇，韓國從到最每日記嘅時間，唔當假裝好顯示嘅時間，嚇，應該笑容嚇藏不住，嚇，所以你喺首歌詞你表達到非常嘅好。係講第三句嗬，你係發音嘅部分可能係注意到，從到當場要聊聊從海流腔嗬，就係思鄉迷千萬嗬，你從到思鄉迷千萬嗬，就你兩隻是虛喺個迷嗬，你發音唔錯咧嗬。不過其他嘅部分呢，我覺得你表現得可圈可點，是冇你？哇，謝謝劉老師。哎，來曾明珠老師也要補充啊。明珠老師。對。啊，今日吼最歡喜就是聽到蘇先生哈蘇法官啊，今日佢唱歌的整個的那個表情，那個自然度哈，讓我非常感動。啊，雖然個歌詞個兩隻詩哦，但是唔係心態問題，他把我抗你的思念，但是你的表情表達出來的那個台風。非常的穩健，我希望你保持下去。哎，說不定你又是這個在我們這個下一個禮拜的時候，可以換你拿到冠軍也不一定哦。哈，所以說要加油哦，對自己要有自信。謝謝曾老師。所以你看今天都是那種肺腑之唱，對，就是唱出自己的心聲，最感動、最真誠的啊。那夫人又坐在下面啊，更有畫面。難怪老師今天浪聽得都漫呢，很有感動法官。哦。來看一下個分數。蘇金泉嘅分數。謝謝師傅。有幾筆。下禮拜表一下來，好嗎？好吧，好吧，加油！好，謝謝主持人，恭喜，很棒的故事，謝謝。好，來回座休息哈。剩一個禮拜咯，佢緊張哦。下禮拜，你所有觀眾朋友都做得看到。安尼啊，規個嘅季冠軍都帶係乜嘢？一定要產生出來哦。安尼我相信電視機前面觀眾朋友很多多，想我唱歌嚟，即刻就報名嚟。報名專線0919388398，還有純正天花0227778231。好，第二日到嚟報名哈，今日非常多謝所有觀眾朋友收看以外呢，係咪多謝辛苦嘅評審先生安志先，先生，謝謝。辛苦嘅小。謝謝老師們，辛苦啦，辛苦啦。好，同時大家冇唔記得啦，下禮拜同一個時間嘅時間呢，9月8日，9月9日。